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嘅节目，我是钟怡群阿群妹。大家唔有知道客家吼，客家有的文化，客家有的语言，是一个很百搭的文化。因为我按嚟讲咯，因为啲福喜来嘅阿群妹有小姐讲，唔看用唱歌嘅，也系讲用西洋嘅古典乐器来演出客家，冇出讲用乜嘅用花来发出客家。基本人也很爱小姐一只，那我以咧表演嘅形式来呈现客家哦。可能到观众朋友啲影片已經睇到嘅。係乜嘅表演方式？冇唔錯，就係跳舞。不過，要不要愛小姐本大家跳舞同頭班上道嘅跳舞係完全冇共樣嘅哦。今日來歡迎今日嘅來賓，歡迎許夢月許老師。各位好，係大家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來到嘅用新竹來嘅中夢舞獅，我係千夢月。又到大家來見面咧，當歡喜。當歡喜，有請到許老師來到節目當中。你大家就啲，其實上一擺逐夢舞節嘅演出係這個帶着客家去旅行，帶領客家去旅行嘅專務卡。對，就嚟同大家來講一下，呀，帶領客家去旅行係乜嘅意思咯？帶領客家去旅行其實你逐夢舞節。家人講哈，你客家文化要做得用音樂，做得用唱歌戲曲，來展現你講嘅客家文化。跟下唱者跳舞嘛，咪一批嘅小學同埋唱下跳舞到動態咧。跟你第一步嘅，用心看客家系列，我是想用扮演到你客家舞蹈，客家嘅歷史和文化，你也都可以變到整理成一個像一系列的一個作品。哦，古時候有就咩咧要動到嘅作品，睇啲也要講到按到乜嘅主題，就嚟同大家來分享一下。像你題譜嗰一天嘛，你也逐漸鋪到嚟來，中國來嘅，原本應來到呢時呢第一部的渡台悲歌，是講原本應通順過台灣，來到呢台灣原本應打拼，安身立命了的，然後呢故事講睇咧，講乜嘅呢？當然咯。你說成功的這個男人背後一定有什麼？你客家女性，你客家女性，我就從你誰人家的半樣姐哈，要對人的半樣姐哈，人的童養媳，對，從童養媳開始，然後一直到你少女嘅婚姻假，到你講嘅婚姻假，到你老，你時譜時段，冇窮樣描寫你客家跟女性客家美感的天竺，再落呢是一步一對，那跳到最末人的客家再現。客家在線呢，也是你從你講天春夜啦，天春夜嘛係女媧天盤古太天開始一直講到嚟呢，講到厲害你台灣的客家人原班人哈嘅成功，好像講好咧，你用心看客家系列，走得都告一個段落咧。那以前你特別係你老人家講古本寫學堂，係像你嘅後生人啊。咁你啊，反正我是想講，你啊按球咧，聽到你講嘅逐夢舞獅，跳呀跳按球，接觸你客家文化也按球咧，用扮演老後生人大進來研究你客家文化、客家舞蹈，所以你想開始來帶着客家去旅行好咧。咁有乜嘢旅行咧？你創台你舞蹈啊，為到你不管你喺台灣，達人去巡迴，或是你到外國去跳舞，咁係咩呢？咪同樣係帶到你客家去旅行樣。所以呢，好，我們的第二步就叫做帶着客家去旅行。這是第二步，帶着客家去旅行，韓國亞擺很多，亞擺演出很多客風四季。四季就係大家啲嘅春夏秋冬，大家就啲啊。不過客家嘅四季，客家嘅四季，也係乜嘅意思啊？原版音那個吧，那時候老師應該四季，怎麼呈現？對嘛，四季，我都來到要買到客家米線，所以講你題譜。
带着客家去旅行的系列之一係去年的轉福卡，安尼當簡單的是提醒同大家分享，不管你的特別工作也好，對安尼來到哈，你可以福卡去讀書也好啦，哈做事也好啦，該因為有成功歡喜，該唔成功是哪？該為該我們就跟他講。你不管你歡喜也好，哈，收禮也好，有一個人的地方，點到這等該成亞福卡，哈，不要忘記哈，你轉福卡。所以去年很簡單，當簡單的，我們要傳達的一件就是轉福卡。那你回到家之後呢？其實很多人動一猛來講，老師跟今年的客風四季繞轉福卡，很美2部曲。對，那我們續集的感覺。續集啊哈，我剛才講哈利波特哈，又動到7個，我講唔怕，咁我假使我冇看到個去年的轉福卡，咁我今年看的是我看的是，我講轉福卡了後呢，你會怎辦？哈，因為抽到你的台人台煲湯，抽下來，哎呦，看看天空，看看外山，好，你的天，好，來吹吹風。所以呢，今年其實客風四季，你係要傳達係各位朋友，好，你轉了福卡，不管你到哪，你工作很忙碌，你停下來，緩一緩你的心情，你接近大自然。來靠近我們這個台灣的美，其實不一定是客風啦。那你去到3度哈，3度該就撈原住民窮哈，哎呀，你是吹一下原住民的風，該你行安尼像台七個，就那安尼客家狀來吹你客家語氣的風。真嘅，像阿權我就再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我去到真到我福卡苗栗的時間，我感受到的客家的風係乜嘅風？我知道嗰種吹過來嘅風啊，有個小稻草的意思，小禾杆的意思，你就知道我平常是上班都冇行，不過我平常時間我轉到福卡，可能去點私人茶，你啊田順的西路風啊，我就會感受到有一種感覺，嗰時候也把客風四季，係唔係就係想我留一種悠閒放輕鬆的感覺傳達俾大家。係冇錯，係，所以呢，今年的客風四季哈，你是當然啦，大家知道啦，春夏秋冬嘛，哈，還跟我們春夏秋冬很不同。其實呢，除了這個4幕之外，哈，我們剛開始的時候，的一個序。我們其實是有一點點讓大家朋友來分享的。你是愛妹該書台嘅，譬如愛吳美英，哈阿妹吳美英叫跟吳美夫很像。不過咧，你也去到吳美夫時就去看個台風。好，台風。係，講吳美夫安菜麼？要菜，不過有啲垃圾啦，哈，那啲哈，你人為嘅講嘅破壞，係，所以講。你一剛開始的時候，其實也是用環保的一個概念。環保的概念是講，你可能好水，佢係洗好吧？你冇判佢就洗好吧？你下看到係洗好吧？咁你時候你下一台看到係乜嘅咯？哎呦，係啊，看唔掂。係啊，所以呢，你是講讓大家分享，你第一步按照上不息，生不息，生不息。對，我們就是從這個大自然開始。很用誒，從大自然開始。我聽說有一個特別的編排，特別的編排，這個我們考驗到你也該複雜哈。老師你好，簡白哈是上空上天，人 mat 你好，你好好嘅舞台跳舞時候哈，跟你老複雜。變到只 Q 地板，哈，老複雜變到 Q 地板，你看對吧？水晶球，充氣的水晶球，我們把舞者放到那裡面去。那為什麼呢？其實這個球其實就是也是代表我們的一個宇宙世界，有嗎？好，那舞者在裡面呢，拿着一個小球，球中有球，生生不息都在滾動，那也是代表的是我們的生命是源源不斷的。好，那所以這個是對舞者，因為你哋嘛都在跳地板哈，給空氣來摸哦，然後佢撈佢嘅肢體嘅
那个线条又展现出来，哦，人家这个是一刚开始就很有看头了。哇，虽然弹起来也是一个东南跳的舞，不过阿 Q 妹也哈弹欣赏讲，我就知道脑袋里面有这种画面、同浪漫、同刺眼的感觉。故说啊，客逢四季还有按到乜嘅爱同大家来分享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同大家讲哦。真到福喜来嘅節目，我係綜藝群阿權妹。今日福喜來嘅節目，度愛同大家分享到嘅係陳夢葉先生的《築夢無極》愛帶來嘅新嘅舞台，按到客逢四季，客逢四季。剛剛先生有講到，一開始這個生生不息的橋段，哇，非常的冇腔樣。一般人啊，愛啲舞台好似阿權妹捱好嘅，喺捱啲頭前跳舞，捱都跳唔出來，行喺捱到橋底度。水晶球里面跳舞，这是一个非常高难度，让视觉有非常震撼的感觉的一个桥段。是。那其实不止这样，来唐宫 video 会呈现一这种刺眼的感觉。主角是什么？不是人哦，主角是一棵树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敌哦，哎呦，怎么跟一条树来做主角呢？其實下佢話你做 email 嚟啦，你。啱唔啱？旁邊有白宮廟嗎？有白宮，喺白宮旁邊有乜啊？一定有太樹，又係太沙條。錯，所以講，原本一路整個劇場，是讓觀眾嚟感覺安尼啲四季冇同樣。你做唔到哦，轉見嗬，個劇院嚟門打開來嗬，誒呢係夏天，呢係春天，呢係不用吹啲風。其實我們為什麼以這棵樹為一個主角，其實我們今年真的是很大的一個考驗。剛剛讓講該生生不息哈，舞者每到都在舞台上跳舞停停哦，所以講一睇書，跟個阿 Q 嘛，你春天轉移你白宮廟嘅哈，然後你冬天轉移白宮廟，你可能要跳樹係冇重樣嘅，所以呢，你到啲劇院。嘛而鬧，你四季你睇書，原本要呈現冇同樣嘅，比如你夏天，哎呦嫩芽剛發出來的嫩芽，該白樹光哈，係該冇同樣嘅，哎呦，從一當時上燈會有那個新生命啊，要誕生的那棵大台中樹啊，哎到了你夏天幹啥呢？你天幹係原本，該下不是冬嗆輪哦，係咪？該到秋天是呢？哎，有的風啊，風啊，哎，該上去讓風吹了，還有落葉都該飄下來的感覺，跟到嘿浪天嘎是呢，該跌，看什麼一枝枯枝的那種一個單獨的那個線條，畫面又不一樣了。所以呢，你也記住了，老師還上天的走法了哈，是的，老該戲曲同樣啦，你是走一隻布景哈，像發而哈，呱掉嘅嗰時候呢，個燈哈想打落去，要讓人暗嘅光咁樣，嗱，咁樣假使你係觀眾嚟講，要乜嘅錢呢？講，咁你冇乜錢呢？我操，原本你做得鬧視覺，觀眾嘅視覺。我春天我看個春天的舞噶，哇，兩條樹冇同樣哦，叫兩條樹，個太榕樹吧，叫為讓你四季親切的冇同樣嘅，哇，很兄弟哦，很兄弟啊，好，唔怕，就來，好，來順便一頭哈，台前那個觀眾朋友，我哋打一下廣告咧哈，是進到劇場來，因為客家藝術、客家文化唔係講。那後生因為強提到講，哎呦，客家文化是阿公阿婆時代文化，唔係呢。你咧底下要結合你非常高科技嘅、多元的藝術呈現，都在這邊。哇！故所各位觀眾朋友，想愛看到什麼呀？所謂一年四季有用嘅冇共用，剛剛欣賞講得很生動，手舞足蹈都出來了。不過阿 Q 妹硬係當上愛弟弟現場去用版，故所聽說愛去到劇場地度，進到劇場地部去看。
讲到亚的西龟吼，其实哎呀，他就是想要先探探老师的口风啦。唐贡春天一开始就有一张也是很大场面的一个方式来呈现哦。哇，这个春天呢，因为其实给我们大家的感觉就是很舒服。对。啊，你看到绿地，对，像你两摆去波兰，波兰其實佢咪係向海嘅地方，哇，看到嘅一大片，雖然冇講動都發乜嘅，你是這樣嗆一片那個草地，你就感覺哇，身心舒暢，很舒服。不過呢。你係花間都係時間啦，你係抽副氧機 compress 啊，唔明，你嘅身邊是有點暗這樣嘅色彩。哦，所以呢，你春天哈，你嘅主天的春樣，樣是給你感覺什麼？百花萬花呈現的。所以來講，要用呈現舞台是要用天堂，是要用天幕，因為其實一個劇場裡面的一個格局就是這樣子。但是我又一個挑戰給我們的一個技術的一個夥伴們，我講，人扮演打破我們這個劇場，還要打破劇場，讓我們的視覺是有3D 的那種效果，然後要把那個百花就呈現在我們的觀眾當中，讓你感受到我們的這個劇情的時候。還可以給他突然間，哎呦，我身邊有對花都該，哎呦，我腳度還有該草都該原扮演來呈現。我們這次真的是很突破了很大的一個技術點。通常你看到的是布幕，就是天幕，天幕，你舞台還有舞台，但是你用非常動態，整個布滿是我們的天幕繞你舞台。哇！的一個布景，大布景，對呀，舞台的背面、後面的天幕車架延伸到舞台，對面視覺感覺就一直好像會穿透到觀眾席哦。這真的是叫做百花呈現，讓你感覺到就會從啊 Q 滿陽，哇，舒服舒暢那種感覺。呀，係春天，剛剛有講到春天已經有3D 了，我堂公捏甜，夏天有4D 哦，4D 的體驗是什麼？哎呦，要做功課真緊係哈，係你對春天，所以講老師跟春天時候個氣勢感太咧，跟下輩有蠻搞呢。我講春夏秋冬，大季什麼空用？性情不移。你夏天呢一開始，你也用嘅一個元素，哈，講嘅故事係對哪位呢？你對高鐵，你竹別咧，係竹別嘅高鐵站嘛，係來一批從都市來的，好從都市來嘅後生人也好啦，哈，來你哋想嚟離開他工作的環境，我要釋壓咧，所以我來客家莊。客家莊一般人看乜嘅咧？就當然咯，你客家莊要買佢買嘅苗裏面當到嘅茶葉，要茶葉啦，風紅茶，還要乜嘅咧？唱啲你嘅客家菜。客家菜地都煮湯最有名。哎呀，我最好吃，你最好吃。客家黑金啊，肉菜不错。黑啦，錯我們會呈現怎麼樣子咧？原本菜脯係蠻做嘅，哈，你咪來介紹本題之家哦，哈，該你可能做菜脯該冇乜㗎，所以講嘅春天就咁講誒，你是有3D 效果咧，該夏天嘅熱天㗎，要嘛，像個咋講四季哈，該有4D 哦，4D，哎呦，到個舞台上，你明明是到個丟菜脯哈，個滷菜脯哈，該用白我要提到個菜脯香咯，我為鬧觀眾會提到整個劇場有菜脯香㗎，你知？剛剛老師，你也噴嘛東西啊，噴嘛東西，噴菜脯香水、蘿蔔乾香水，整件嘅菜脯像蘿菜脯嘅菜脯香。哇！哎呦，那後誒米西醬有暗蟲超。哇！散到鬼照，整個劇場都好。唔打用呢咯，好該你夏天有春天嘛，哈，有春風嘛，好你。
嗰天西舞也好啦，哈，啊國舞也好，結果咧天會看到一隻白色的乜啊？啊，那個白鷺鷥。嘿，白鷺鷥，嘿，是不是就覺得好舒服？對，很優美，對，很你看動態家。春天給我們看到的是這個萬花的景象，非常舒服的一個花地毯的。好，我們夏天要呈現的什麼？哇，就是白鷺鷥，一隻一隻的白鷺鷥。哎，白鷺鷥，阿 Q 媽，你有看到個白鷺鷥有扮行路嗎？白鷺鷥佢行路會按呢，腳會抬起來，抬起來，抬起來，衝哦！嘿，像那種竹間走路一樣哈，沒有腳掌啊，你喏，改成阿伯行路樣哦，還是用竹間走路，所以我又在一個考驗安尼舞家，哦，該拍好，該白鷺鷥跳到怎麼唱阿伯啊，哎呀，怎麼唱我啊，哈，所以啊。舞者挑戰他在竹間上面，怎麼樣子用半音搶個拍白鷺鷥樣，按夯到乾音，這麼的輕盈，嘿，所以那個在竹間上的舞者，哎，就可以在我們的白鶴那個白鷺鷥那一個景，哇，可以去呈現。然後你看白鷺鷥去夯路噶，不讓音啊，踢踢踏踏嗎？唔會，都該水天啊，哈，鏘鏘輕盈，暢行無阻。除了在竹間上面的一個展現之外，考驗之外，我們還考驗的是舞者在怎麼樣在你舞台上，在像水中滑行一樣暢行無阻。所以那種的一個輕盈度跟流暢度啊，那完全就在我們的考驗在我們那舞宅嘅技巧當中。在唐先生按你講啊，像喺春天朗熱天嘅，就知道真的整個都是想象力含個創意嘅結合嘅，都冇簡單。故說阿 Q 妹妹當上愛夾夾來談秋天到冬天雙來很樣嘅呈現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我同大家來分享。福起來嘅節目，我係綜藝群阿群妹。今日福起來同大家紹介係朱夢無極清新嘅作品，按到客逢四季。頭前講嘅春天、朗熱天，估數各位觀眾朋友係唔係啦？阿群妹嗌同樣當上愛夾夾來談秋天，還有冬天，雙來很用嘅來表現。先講秋天好誒，哈，秋天你會看到嘅景象係乜嘅？落葉飄葉。啊，你飄這個葉的時候，我們這一幕的時候呈現，我們除了有真的落葉之外，你還有嘛飄下我們的油紙傘的紙傘葉，油紙傘，然後你飄下來，飄下來，哦，可是你有看那個畫面啊，從我們的天空中緩緩的落葉跟油紙傘一起緩緩的飄落到舞台，然後舞者再把它拾起這一片啊，你說這個油紙傘代表了係嘛？你也思念呀好啦，祝福呀好啦，所以我們秋天呈現的畫面是哇，像黑眼按你想象，你就知道這個技術也是很難做到，因為你看要油紙傘，愛對蛋糕跌下來，就是要有人在上面丟，有人在上面跌下來喲，跌下來像冬蟲啊，要飄下來，要飄下來，像落葉一樣緩緩飄下來。之後，舞者再把它拾起，從這個地板上啊，對，所以這個也就是技術上面是很大的一個考驗跟呈現。很難克服哎，懂難哈，真的。那你說這個還不算，所以我們每一幕，所以聽聽看，我們這下面的第4幕，冬天啊，冬天裡面收東西啊，看戲啊，那我們就除了我們舞蹈上面客風四季。除了台之卡可能舞蹈上面有扮演呈現之外，哇，還呢當感謝呢綜藝老師，啲哈綜藝老師係台之卡嘅台灣啊，所以佢咪選到外國啦參加東多比賽啊，客家美聲家哈，佢帶嚟寫歐啊，哈變唱變跳，跳了然後乜嘅咧，台上還有乜嘅八音，還有台戲。你舞者跳了一下，是在湊到舞台上去看戲，所以這樣的在戲曲當中啊，你的呈現到戲中戲。哇！
哇，古说人出家的舞台上又有一只戏棚诶，嘿，然后佢搭起来，大家舞者就到台上方看台戏，韩国台下的观众就伫看舞台上的舞者还有台戏。所以當你應該講，跟老師嘅八點係錄像嘅嚇，跟戲劇嚇嘅表演片啊，我唔係哦，真正要八點看，嚇，真正要台戲棚來，好，來安尼大家呈現，你下吼後生呢，尤其係呢都市嘅社會也好啦，後生人也好啊，當時。當時一看到哎樣嘅景象，除非係唱，除非你倆轉到揾你老虎長做的來看，所以唔怕。來觀眾朋友哈，你來你春夏秋冬哈，來你感受你客家客風冇重樣嘅，介紹乜嘅咧？來到你劇院來看你客風夢戲，你10月1號7點半，按部頭7點半，大家要記得去到劇場裡邊來看下客風四季。唔過呀，客風四季還蠻開演呐，阿佢妹當上來看一些咧，頭擺逐夢舞集演出嘅方面，就來同阿佢妹共下來欣賞一下。强强嘅抗压，来走来咯！哇，很精彩哦！你看呀，像看呀的样片，就知道就从透过呀的舞蹈，透过呀的声光的效果，就真的有身临其境的这种感受。故说我们想要来请问一下，表演按多重啊，徐老师，其实你气感没有戏，堂嘅动作，现场嘅可能观众朋友同分享嘅，也係讲你头堂到嘅，有堂到乜嘅观眾朋友嘅經驗冇？像我去年嗰個轉舞下，的台北跳，其實去年開始的一個舞作舞風含冇重樣，比較現代化，所以你咪做 sell 啦，大家可能是麼不夠，因為你常常嘛，你嘅跳出來有個問卷嘛，哇，看到一隻。大家就講哦，
哦，老师，哦，很强，很赞，客家嘿，好精彩，哦，客家文化样嘅咧。其實翻，有一天，就是講，其實佢賣票㗎，佢當細路，佢嘅時候可能是麼？我妹佢講4年生嘅時候啊，咁麼樣？看起來其實講老家妹是肯定，講我弟咧阿妹，你早好見擺病了，你一轉阿公阿婆樣不㗎？哇，那媽媽的感動，其實講我原本很擔心我的孩子們，可能這麼深奧的東西，他可能不能接受，看女生。但是呢，這樣子的一個舞作，我讓他帶進到劇場來去感受的時候，他知道回家這件事情是多麼的重要，他懂我的心了，所以媽媽好感動的給我們一個回饋，其實我們也很感動。好，再說到我們剛剛我們在影片中，我們有看到一個天竺，那一場的美麗。在你們苗栗演出的時候，哎，我常常就會在深入在觀眾席裡面，我就是前面的一對老人家，大概差到70歲，有一那天竺那邊又有一個懷孕的婦女，她夏天而已走天哈，師傅嘛個，是當辛苦，強勢我家安嘅，緊看個演出個，阿妹是點講啊？愛弟是安陽人，該是安陽人。個講事業嘛，講愛是安陽人。佢阿爸嗰陣，從他的手這樣拍開始，愛弟，講事道，愛弟，他是安陽人辛苦，哇！就是從阿爸去拍阿妹的手，愛弟當辛苦，到婆婆嘅鏡頭，愛弟當辛苦。到最尾男人嘅，愛弟按辛苦，你對人家舞開嘅一個付出，愛弟，哦，我坐在後面，所以那時候我就跟你自己親眼看到，我看到的，對我看到我聽到的，所以我就讓我舞家時候好嘅分享這一幕，所以我們期許每一年，你走。感動一個人就可以了。你的心摸動台，感動一個人，然後讓他知道從我們的舞作當中如何的，是讓他是身臨其境的那種的一個感觸。韓國愛知道藝術輕重要的就係愛本觀眾朋友有一種親近的感覺，我可以身臨其境，我可以連接自己的經驗。鼓手，假使各位觀眾朋友，我哋咩想愛有這種感動，10月1號暗晡頭7點半，歡迎來到劇場地度看客逢四季。今日沈夢琪先生來到節目現場，沈夢先生，沈夢，咩沈夢各位觀眾朋友嘅收看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聽聽先生好好來做運動了。